噼里啪啦，唱唱跳跳又来了，你两摆来到法联客家组，节目当中要唱到当站到的车辆吹，记得的建议本现场的朋友跟按咯。除了俩到，还有一群当等一下小朋友会带来精彩舞蹈表演哦。接下来陪你强下来欣赏记得带来的演出。第一组会表演的小朋友会为大家带来第一场的舞蹈表演。接下来你强下来欣赏记得的演出。两只鸭在水中游，一群鸭在看到强下树，行水抢又抢，伊爱强下行，记得全国卡记路，唔好落单来迷路。
则阿要水中树，日圈阿要看到桥下树，行水抢油车，你若穷下行，记得全部脚加入，毋好落单来迷路。水中树，行水抢油车，你若穷下行，记得全部脚加入，毋好落单来迷路。我们是扯铃好姐妹。新手，好，接，好收，对，来1、2、3，跳。好嘞，这边应该有跳高，身子摆低，好，身子放低，好跳，好 ，OK， 好，来再一次，来5、6、7、8，1、2，跳。轮流呀，好，来再一次哦。来跳高哦，来5、6、7、8，1、2，跳。好，接 ，OK， 好，来继续接着。我们今天表演的是双人扯铃，用的是培铃。培铃它中间铃轴会动，扯的时候铃速比较快。我们表演需要很大的默契，里面有很多互抛、直立铃跟双铃的动作。我觉得我们练习的招式中最困难的是直立铃，因为如果默契不好，就会互相打到，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失落的感觉。我觉得最容易失误的是双铃，因为我们两个一人拿一支棍子，然后就不是一个人拿，会没有那种感觉，所以很容易失误。就是有一个招式叫做转转，我练的时候很容易失败，就会很气馁。可是老师都会给我们鼓励，让我可以继续练下去。有一次，因为在练直立铃的时候，他要把铃抛给我，所以打到我的头。还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同学把铃抛给他，结果他眼睛被铃打到，结果视力还变得更好。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我们在练团体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失误，就要全部重新，有时候还要到晚上继续练。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厉害，可是出来到外面的话，大家就都觉得我们很弱。然后有一次去台南的时候，比赛有很多人报名，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应该会蛮好的成绩，可是看到别人就觉得自己很弱，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努力、更加油，才能拿更好的成绩回来。在前两区表演当中，听出来更了解对方自己想法解。接下来是本安尼强下了欣赏，记得带来嘅精彩演出。Yeah, something. It's time to hot hole. Let's go. 两个眼水去听的，邻居该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啥都有 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给你封口，而你容量本身不tango go， 爱慕你，谁爱慕你，爱水闹 Monday， 吵的 Tuesday， 你的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
Saturday，今日 Sunday，Come on， 今日 Sunday， 哈口哈口嘞，俺小爱哈口哈口哈口嘞，水好黑的哈哈口哈口哈口嘞，俺小爱哈口，你讲的梦错，俺是不爱做过，半个一改 word， 想想弟弟，看到弟弟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我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势 ，It's time 時間到咧，係寫係愛是表白體咧，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對 Wednesday， 輕鬆都不用慢一秒，到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今日 Sunday， 哈口哈口咧，愛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咧，最後係咧哈哈口。哈口嘞，俺小愛哈口，你講的冇錯，俺是不愛做過。哈口哈口嘞，俺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嘞，喲，用來哈芒哈口，哈口哈口嘞，俺小愛哈口，差唔多嘞啦，哎。什麼浪漫公 boy， 一條閃電雨下穿住條妹，好好生愛上公愛，就係唔做一公 boy， boy 冇用你全部你卻唔是上課，愛得嘛唔會笑佢上走，聽錯嘿做唔水，做唔得怕你夢 no more， 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對 Wednesday， 輕鬆都不用慢一秒，到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今日 Sunday，Come on， 今日 Sunday， 哈口哈口嘞，俺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後係咧哈哈口哈口哈口嘞，俺小愛哈口，你講的冇錯，俺是不愛做過，哈口哈口嘞，俺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後係咧哈哈口哈口哈口嘞，俺小愛哈口。你講的冇錯，我是不愛做過。